有黛玉葬花，林丽兰却是趁花草最美丽的时候采下做压花，同样出自浪漫。有些花你要让它很漂亮，你要它正新鲜的时候压。我要为它把它最美的，先把它留住。就像少女拍写真的心情，企图留下美丽瞬间，更深层的自我探索。每一幅缤纷作品都是创作者内心的理想桃花源。所以这样的花团锦簇当中的一个环境，这是你自己想象中的一个对浪漫嘛。梦想常常就在细微间错过，所以林丽兰每到一个地方，总会用心留意，信封仔细收藏的都是感动。在什么地方采的，然后我写一下记录。所以这个是仙丹，对，来自于宜兰的娘家。一花一草就能带入一段美丽回忆，随手拈来又是人生的新风景。偶尔这份心情会有另类交流。你那枫叶好漂亮，我可不可以摘几片？那我就做个小卡片。更多的分享透过教学，不少人慕名而来。每星期以花会友，有忙里偷闲的惬意，作品也为家居生活添乐趣。反复一直是累积起来，后来串成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巨大的一幅画。所以要反复练习，对不对？对。用每周张波一进步，就是怎么做才会进步呢？你以压花你自己都已经这么久的经验了。上网练习，唔好懒习。上网练习，唔好懒习，就是要多练习，不可以偷懒。对。座右铭第一行就是练习。原来浪漫的基础很现实，得扎扎实实才可能成真。用每周张波一进步，上网练习，唔好懒习。用每周张波一进步，上网练习，唔好懒习。